俺身上都甲你没杀人，你是你说，啊俺家来了，了迄所在吼，了迄种树呐，啊就个卡面个种树呐，啊伊这个露天，啊用家个有个树枝个有拍头啦，啊有个用妈有个桥把吼，铺桥、拱桥啦，个有做桥过来安尼去细条路个，安尼啊都带开起条个安尼，俺个条架。我个阿爸吼，甲讲啦吼，伫因遐路了，伫背个路了强咯，佢公婆伫个强咯，老牙头家老家个阿叔，啊头摆讲强咯个人又来唔是做兵，啊都又来唔爱做兵，都吐来路了啊强咯，几多哦，日本时代个都地讲，啊个山个行个大。引起个地都该有个有一干个温产小水啦，啊有后生个啦安尼行啦，都行个做下工啦吼，做个下工，睇得个天啦吼，啊去碰起个小水个呀吼，未付嘞，个小水要做出来，未付嘞，个下工个碰落去，变落去哦，个下工要缝呢，都缝嘞，都湿得嘞，会熟。因你个不落撞到个头摆个水，不落去啦，个小水都伫个来个地都个下，你啊人按个看板哦，这个不落运转。做生意去恁掠抽钱掠做卖面的啦，又着做早餐的啦，又着做餐厅的啦，掠下拢嘛照相相嘞。唔做嘛个呀？你看恁都做掠差不多嘛。哪会搬来啊？花莲富里。搬来啊，求的啊？喏，加10年了。有30年无？要收了哦。让俺头家都无睬了，佢70人岁都口面都无摕的。伊多岁啊？俺妈要70嘞，俺30年次的。哦。大佬讲，爸爸有没有在？哦，算是惨重。阿妈，该铺面该啊，迄长兴山庄、水疗、小木屋、餐厅全部都淹没了。本来河坝是伊度公厕的呀。好快快听啦！差不多10公尺啦。近边咧有一度公厕的。呀。100公尺哦。该太水屯太啲咧夹来啦，也都未轮该条解来，该夹把水仔吼，被屯太，其他健康骨回来安尼啦。当时的状况用的。当时的状况按斧头他8.40分伊咧太水来嘛冇人看到的啦，讲实在都冇人看到，规庄都压起去的，都听人讲看都冇睇咧规山都下背该撞了嘛，就规下拢种
讲到迄山边吼，有伊遐掩体去的，安尼后面。爸爸用的。哦，叫爸爸。嗯。叫爸爸是毋免大概，伫底掠片种，其实伫底吼一转来，你条行水讲的，为遐要囤起咧，安尼。其实8月7号成绩还没出来，是成绩出来是8月9号，礼拜一。8月10号礼拜一5点5的成绩一出来，马上打电话回家，然后家里电话不通，然后因为礼拜1、礼拜2都还不知道消息，所以那时候是第一开始是满心期待。我考5点5可以跟家人讲那种心情哦，很高兴，然后就是一直打电话给家里，奇怪怎么都不通。算了，再打，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打，就是一直不通，会觉得越来越奇怪。后来看到那消息的时候，一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在学校的那个电脑前面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奇摩新闻的消息的时候，而且又是那个点，又是那个巴士岸西那个点，又28人死的时候，当下我是整个脑袋陷入一种觉得说好像嗡嗡响，然后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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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声音不断在脑袋里一直在回音，围绕着，说不可能，一直围绕着，而且说应该不会吧？然后怎么会是这样子？刚，忽然有一天礼拜3的下午，然后加4点开电脑，大概4点半搜寻那个新闻的时候，那个新闻陈今天的名字一蹦掉出来，就觉得说已经罹难，然后说怎么可能？有可能，他说有可能罹难，我说怎么可能？然后失踪，一开始失踪，我说怎么可能？后来就这个消息不断的爆，然后不断的不是希望，是一种绝望，就往下，然后在当下却找到一个人可以给我这个答案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他哥那时候给我一个很肯定的答案，说你爸死了。那个东西是感觉就像一拳，然后打进你的心脏，然后你当下是没有办法呼吸，然后心脏停止，然后躺在床上那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世界都停了，然后你被那个很重击到一拳，然后打了心脏就是会瞬间停止，然后然后后来才说你说什么，然后就感觉又心跳又回来的感觉，怎么可能？又感觉那个心跳又继续跳动的感觉，那个当下是真的很难过。12礼拜3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什么考虑，就隔天礼拜4学校办休学，礼拜6晚上到隔天上飞机那段日子是度日如年啊，就每一刻，就是完全不能办法想到的事，就是我要回家，一直不断在脑袋里冲的，然后但是又就那2天的痛苦，然后结束以后到上飞机，然后他们到飞机了，到机场送我，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有3台车吧。他们在上我送飞机的时候，就是没有讲太多话，但是就在离开的那一瞬间，给彼此的拥抱，是觉得好像真的是给力量的那种拥抱。到飞机上也是帽子戴着，然后心里一直不断的那个8个小时一直在心里面说家，我快回来了。不用担心，撑着，飞机开快一点啊！我要赶快回家啊！类似这样子心里的话，就是空姐也跟我遇到我，那我在那边等厕所，他就问我说：“我是台湾人吗？”我说：“对啊。”然后问我说住哪里？刚好那天报纸是报新开部落，我说在那边，就是在那报纸那边。我说啊，这是你家？我说对啊。我说啊，你家人有没有怎样？我说不知道，我回去找家人嘞，没什么事。到旗山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11点多了，
然后我妈看到我的那个，我是蛮难过的，她就跟我先道歉，她说对不起，不能让你完成学业。我说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这你能让我完成去做这件事情，我已经很开心了，没有很好对不起的。我说现在家里都要你去担当起来。我说哎呦，我说我回来了就是当然是要做这件事情，不然我回来干嘛？其实我也是感觉说才3个月而已，为什么我妈妈怎么老那么多？就觉得看她那个长长，而且那个白头发，在那个当下，然后还有那个泪流满面、肿的眼睛，跟她那个感觉。我就是没办法眼泪流出来，如果大哭一场还 OK， 对不对？可是我就是没办法没办法哭出来，可是我压抑在心里，我真的非常苦。可是我不知道要跟谁讲，我不知道要跟谁哭，我都不会，因为我不可能在外人的面前流眼泪。我真的，我也不会想说在外人的面前大哭一场，因为没有很知己的话，没办法这样子做嘛，脸哭了，可是心里都往自己往压的时候，只有怎样，自己告诉自己，要告诉自己很幸运，还有这片青山在，还有孩子，我一定要坚强。我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样子告诉自己而已，这样子，然后孩子也一点点长大，我每天的信念就是说，我要帮忙这些孩子成家立业，把我的责任了了。我每天都是这样子在对自己讲，拜自己这样子讲说，我一定把这些孩子成家立业，这是我一定要做得到的。隔天早上开着货车一路往旗山，然后旗山进来，那个游客中心的那个地方就其实蛮震撼我了。然后到我妈说到要去找我亲戚家在六龟，她说货车开不进来，我说我就从六龟骑摩托车绕了一个山岭，然后绕狮头那边，狮额头那边塞牙讨呀，再绕回来新发又不能过去，又骑那个你们现在走下去那个路那边，我们去走那个龙阿坡那边，有一些龙阿坡会蒙白叫穷得意啊什么会，那感觉看起来就是很难过。然后骑到顶新发那个桥的时候，那个路摩托车就不能过了，摩托停着，我就背包背着，然后就一路的走，然后其实蛮好的，也是有人帮助我，就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真的也是我爸爸跟他是拜把兄弟，我们两个感情也是有点感觉像我爸爸这样留下的感觉，他就带着我说那一天是什么情形，然后一路这样走那个河床，然后他也是情义相挺，这样子带着我这样一路走进来，到那个23年那边的时候，那个当下一下坡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是觉得真的没办法想象那个情况怎么会严重成这样，怎么会怎么会原来路站在哪里？那个当下是分不清楚状况，哪里是哪里，怎么会这样变成这样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一直不断的出现，然后走下坡的时候，就觉得那时候土石还是蛮松软的，踩在那个土石上面软软的感觉，好像在踩着自己亲戚跟自己朋友的那个身体上面的那个错觉，但是不可能，因为那个已经超过5层楼高了，一路走到那个不老溪的时候，那个画面我把它拍下来，就是有个冰箱，上面喷漆喷得大大的，说阿天，我爸的名字叫陈敬天，阿天你在哪？大家在找你。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我就把它拍下来。然后有遇到那个我爸拜把兄弟，他开怪手了，他也是为了我爸爸，然后没日没夜在那边开怪手，就是为了要找我爸，连一点点午觉的时间他也不舍，就不会去浪费，就为了要找我爸。其实他有糖尿病，但是他为了这样操劳他也是很压力很大，然后也是他
不是在为了谁开，他是为了找我爸出来，在那边开怪手。然后那时候就忽然打雷声，哦，要下雨了，赶快叫重要家当晒一晒，背包背着，赶快用跑的，因为雨已经下来了。然后跑，然后说他进来，然后我们就好像在逃命一样，跑到地下的时候，那个溪已经变大了，说进来那样跳过，然后就跳，因为那个溪已经慢慢涨起来了，因为只要一点点雨，那个溪就涨起来，然后我们就赶快跳过去。然后也是差点就跌倒，然后就赶快跑到对面去。然后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就好像走到那边一回头，好像说，哦，捡回命的感觉。在爸爸王受难之灵将顶共同受力供养，祈空净菩提以为本愿，阿弥陀南感恩慈悲。求受难之灵将顶来时起其时吧。心开意解，永重师佛菩萨慈悲牵引，回归本位，往生净土，同净。好来，咱练习一下，来，掌声鼓励一下，拍外口空气就好哈。嘿，安尼 OK。哦，安尼呢，好啦，啊无咱来睡觉。要声音要就对啦，好来。咱来什么？好。咱来什么？感恩。院长，阮新开部落。阮要爱厝，阮要爱阮的家园，唔单是一间厝尔，阮是爱咱的家园，包含咱的产业，包含咱的道路，包含咱的所有的产业。啊，希望议长来甲咱关心，啊，谢谢。如果不想的话，你们要出去外面找个职业，不想留在这边，妈妈不勉强你们。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商量一下，我们就把它卖掉。他跟我讲说，不要。妈妈，这是我们这边一草一木，都是你跟爸爸一草一木，都是辛苦的建造起来。这也是我们从小生长的地方，这都是我们儿时的回忆。我们不要，我们还是继续把它留着。一只，哦烧，啊开小水过来，水啊冻死嘅，当然哈，我这个拍的。哇！哦，不干呀！热水。我马上再变。哎，我倒啊，对了，这个。今年的身体哦，刚好，哦，你还没好嘢哦，所以我先落去gym哦，因为会爽快嘞，你身体会就精神嘞。山上小孩子跟比较平地不一样，就是家里有工作，然后我们一放假，像别人一放假就去哪里玩，但是我们一放假可能就要回来工作，然后我们平常在外面读书这样子，那种感觉，可能跟平地小孩子可能不太能体会到，然后而且反而是离家越远，会对家的那种归属性跟一些对家的那种思念会比较强烈。啊，如果你每天坐在家里，然后可能这样通车啊。
其实对家其实就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就像喝白开水一样，这样就每天这样喝没什么感觉。那如果当你有一天你看去外面你渴了，你肚子饿了，没有人帮你煮水，没有人帮你煮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家是很好的，所以这才是就是反而是我想要回来这边继续待这里的主要一个原因啊，因为其实故乡还是不能说它被摧残了，或者是被遭受天灾了，就不能住人了，或是怎样。其实我觉得它还是就是对故乡是一个情在啊，所以才会想要回来这边再继续这边为这边的人做一些事情。他们以前做观光比较单纯，就是比如说开店，然后就做生意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说就是缺少一个灵魂啊，就是你一个地方要有在地的故事。然后可能他们以前生意好的时候不会这样想到。然后其实我年轻人回来会有一种，反正会有一种想要寻根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想要把我们在地的一些也比如说资源在地一些。我们的东西的，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历史，把它陈述出来，然后让外面的人来到这边以后，不会觉得说它就只是一个观光地而已，它是一个是有故事的地方，然后他会觉得说好像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然后对这个地方也会来过以后会记住啦。我们投资比较大了，那就不止为了生计啊，有时候为了观光，有时候觉得说其实为了这地方，其实我们也可以不用那么早做，因为我就讲到，一些员工他们住在这边，然后他们其实还蛮期望说我们这边如果做好的话，有没有进来的生意多的话，他们其实相对的农业啊，然后他们卖水果的啊，他们哦，山庄有生意，我们这里杂货店也会有一点生意的，是这样。啊，山庄无银行，因为念啊，恐龙无生意好做啊。这美仑山啦，长青啦，不老温泉啦，搁冰原啦，你啊四家填个温泉出来啊。掠都唔伫好用办啦，细人拢拄5杯啊。也杂货店是个偌经营。嘿啊，晓送啊，都无爱啊，身体我无爱，无爱都好尔。硬咱毋要做都关门了，无用办。
对，昨天才接到这个水塔这边，就总算辛苦那么久，可以把水接回来这样子。可以免费过来洗的是对象是？村民啊，新发村民，所有村民，对，村民都可以过来这边泡汤，可以提供一些给灾民的东西，我们就尽量这样子，对啊，可以让你们看。因为是我们只是想说，今天以为会想说应该还蛮多人的，因为讲大家还蛮害羞，不敢来。刚忽然聊天的，现在又尴尬。突然看到了。他很想回澳洲去圆梦。嗯，对。有啊，在那边感觉两个彼此好像就像兄弟一样，就是同样年纪，然后会这样子聊的话题也都是很广，然后而且又是同样的兴趣。我们自称我们是台湾高雄双雄，就是我们高雄去的，然后因为大家所认知的台湾就是只有台北，然后也渐渐的会把高雄的印象带给他们说，高雄其实好像比较热情一点啊。就像他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很多兴趣会相同啊，我们常会相约啊，一起去做好玩的事啊，像他刚刚说的煮饭啊，或者是打球啊，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啊，对啊，然后我也是就他认识不少其他的朋友，对啊。Go！ 自强乐团主唱一样神经病。哦，还很凶猛哦，神港骑兵。好啦，谢谢你啦，都给他加油打气。会啦，谢谢。OK 啦，谢谢你。不会，加油！对，加油！你我那个开的。好，包间。这边没报到。因为今天礼拜六，下礼拜六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过去。他那天跟我们等来时，我好像抱他说不要抱，会在台湾再抱，一定会。对啊，在机场的时候，那时候他要回去了。对啊。谢谢你的照顾嘞，在那边他一直很回来也是都讲说你在那边很照顾他，就感动。拜拜一点啊，拜拜，好珍重啊，拜拜。就想说，觉得能力还不是很够，所以就出去走一走，就想要去接触相关行业，然后累积自己的经验这样。因为在山上，毕竟要学的东西的话有限，虽然说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没有错，但是趁年轻，我觉得还蹲得下去的时候去别人饭店待一阵子，然后去吸取别人的经验，然后再回来。那刚好弟弟这一阵子也退伍，然后他就辛苦他在家里比较忙一点这样。冲击也很大，所以说实在就是自己其实也有想说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家庭忽然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要刹车住了，要重新去等整个大洗盘。那时候爸爸是8月那时候嘛，爸爸水灾，那时候忙了差不多9月、10月、11月我就去当兵了。10月5号就退伍了。当正职啊？那时候本来是说要去外面工作的，因为那时候是说哥哥他其实觉得他的经验能力不足，那时候他在家也差不多1年的时间了，他觉得说他想要再去外面多闯闯，多去看看，也希望说我回来这样。他说好，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两个互相配合。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目标，但是你先去实现你的目标，我可以暂缓一点，没关系。
我觉得他比我放弃的更多，因为他放弃他原本澳洲，他那边已经考试合格，他可以去读书了，但是他放弃了那边的那个，马上回来这边帮忙啊。所以说回来以后，他就是说在这边做，他其实那时候也是想说，其实我们两个也是会讲说，啊那他早的回来，比我们预估的时候，啊那他早的回来家，啊等下做这样呢，也想了说。做久了，其实这个东西做久了很像在老人在做的事情，真的有点像什么？因为其实东西都是一成不变。我们是在书本里看到，然后在网络再仔细看一下啦。啊，那时候我对这个完全都不了解，像水管的话都是要跑哪里都不太了解。像以前那个，现在哥哥有做记号，之前那时候哥哥回来有做记号，啊，有时候那时候有点搞混乱，到底这个水接过来以后到底怎么又没有跑到下面？啊，到底水又跑去哪里了？在那边也是摸索了很久。然后 C 就是 cold water 控制的，然后来这里。那我们以前跟爸爸工作有一个阿姨，他都那时候他说爸爸都教那个阿姨怎样做，但是那个阿姨的话，其实可能只有做2/3，会的只有2/3，但是1/3都是那时候爸爸记在头脑啊。有的东西都是爸爸自己去做去摸。一开始是阿姨跟我讲说，这个大概说是，他也说大概是要怎样。如果那个闸子很细的话，细到马达。上次也是发生，就是怎么忽然马达启动了，就自己，因为如果没有运转成功的话，没有正常，它自己停掉。我们一开就停掉，这边找半天找不到，原来是有没有做一个劝取。这样就知道，所以现在做的话，就是一开始就要开马达，然后先检查那个油量。如果池子里面的温度不盖的话，它至少会一晚里面会降个10度左右。所以我们以确保它的温度，我们在晚上保温的当中，我们会先盖一个保温帘在水上面，以确保它的温度不会失去。它里面的水都是一定要非常干净，所以它会靠这个过滤桶。那这个过滤桶的话，需要用盐巴来去干洗去吸它。如果你不一开始在用的话，它里面的水中的杂质还是一样在过滤桶里面，所以早上我会让它排一次，之后就开始做清洗里面池子里面的环境。现在年轻人比较少回来，看到年轻人就是又很久没有见面，因为他很少回来，又看到年轻人说，就觉得有很多话想讲，很多话想聊，这样。像那天我们晚上的话，其实那一天他弟弟、他妹妹都有回来，很难得，就是都有回来。然后那下午还打球，我说晚上你们要干嘛？说他们要烤肉，我说我来领导行，我来领导行吧，那快来抬杠这样。那一天就很蛮聊到忙，聊到差不多12点。跟他爸爸一起坐着这样，年轻人一直聊，然后12点这样。现在这样子，你要去改变，让客人来的时候，我们有在改变。可是我跟他讲说，妈妈老了，
我没办法了。啊，我可以旁边帮忙你，可是你有在新的 idea 回来的时候，你自己要去发挥，才是你真正的。其实这边的话也是会像这2个礼拜，我就是做一些社区发展的一些活动，就是去对面那个老王去做一些手工。最近一个老师是教那个农业加工、农产品加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第一个我去学东西，学到其实这个我们东西我没有学过，说不定我学起来以后，其实在这边客人来的话，我可以让客人去体验。啊，第二个就是多认识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人，这样。啊，像那个一个阿嬷，她说她之前有做过。但是他做的方式就是他拿那个午夜松，他去做，啊，但是他说他有做过啊，但是老师那时候讲的很笼统，他讲的就很清楚，我觉得他就是他的智慧，他有做过，他有接触到，他有失败过，那时候他还跟我讲说，他做了这个东西，他做了4桶，就只有1桶成功，我就问他说，其实里面他还跟我讲说里面写安诺，里面要加什么东西，按里面糖的比例又怎样。没有，进去我把它进到手层，把它洗好风干。其实，在阿嬷那种老一辈的智慧当中，其实都会让我们听到蛮多东西的。阿嬷，你困啊？你来找你啊？你来抬杠啊？你没你在？你来赶紧你抬杠。伊晓得啦，我做咩刚才别做晓得啦。滚巴骨，滚巴骨甲糖炸好食，干苦的面拢会食起，含菜都食唔得，别看那都食得。嘛是米嘛是搁做芳的咧，今年做的米嘛做芳。今年做了芳啊，你会落单呢？系啊，那是因为泡有够吧？有咯，你过向牛皮到啊。有哦，起无中3年4年都无要紧啦，搁较无计。这样起来拢煮。咱跳要落哦。收掉放下落来，桥团铁的啦，路电铁的啦，就确保出去的，是白话都进行的，你短时间拢咧进行，在做路做桥的呢。我即马用这个客家的干菜，干菜都我自己做的，我都是用日晒的手工的。菜自己种的，在那个菜园那个都是我自己种，龙须菜也是都是自己摘，自己现在给客人吃的，工程师吃的都是自己摘的菜，客人比较喜欢自然的东西。有客人会比较多，路况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看到希望了。因为平常的话客人比较少，他刚好也是一点点的帮忙啦，也是一点点的收入这样子，一点的有生计上有比较有帮忙到，那个有没有订单？有，差不多几乎有8成9成这样子。
对。几号开始？初一的话，大约初一是差不多，因为客人比较少，到初二、初三，大约他客满了，建南会不会来帮忙？建南可能过年后了啦，对，你要什么？盘子，无够，很好，我个退我看，我来退就好，美容的小萝卜，我用梅子下去做的，因为是我们当地的梅子下去做那个腌这个你自己做的萝卜，客人吃，对。主要若讲所在会使吼，若搁再较宽，若会当搁再较宽的时阵，应该会搁再应该会搁如何啦？其实很好了啦。OK。重建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这样已经很棒了。因为泡汤很舒服，环境很好，所以肚子很饿。现在正在煮泡面，因为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山明水秀，心情又好，所以泡了又吃。本来要瘦身，但是越泡还是会瘦身的，泡了没有人会。最近也是加入一个产销班，他们那个产销班是杂类的，有人种香蕉，有人种莲雾，有人种什么。那时候在问我说恁兜种啥？阮兜刚才阮兜种菜呢，安尼个使讲不要紧。那以后的话，像如果你种菜的话，你可以去检验就是申请那个集园府的标章的。他说其实你们家的菜也可以自己去做检验或怎样，让客人吃的话，你会觉得很安心，说这样也是不错。哦，这是拢你看熟的，唔是看伊大细粒的。大细粒嘛是差不多2只这个是啊。以前要折机啊？有啊，伊这因为这个品种就是较早这是旧的品种，了落去接。这是旧一只旧的迄莲雾。迄款细个粒啊，迄这是尾啊落去接。香水莲雾。接起来了，就是这支了，就是大起来了，就是这是香水莲雾。哦。啊不，阮咧土地差不多安尼啊。差不多。好。差不多。是。伊安尼是算差不多安尼两土地啊。安尼有无？你看安尼内容放啊定。这个袂有啊。这嘛拢无全药啊！啊，拢芳啊定去啊。嘿啊，一点无。这包嘛无效，因为嘛袂水嘛，会歹安尼。所以我还蛮欣赏他的。没有。他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是同一所学校，那时候他是读历史读资讯的。读资讯科，然后我是读餐饮科。其实一开始都不认识，是住宿舍，那时候才认识这样。对啊。才知道说是同乡的。水遐甜，遐叫我甜。我咧想说咧，唔是，你咧北条咧，
小间搞没代理啊，小间搞。你有讲这个敢咱用的，内底挖干。里面不要。里面不要。哎，那个太薄。哦，本人兴趣是做餐饮的，厨房，在厨房里面做餐饮的这样，这样。那时候像学这个东西的话，我也是跟哥哥讲说，你要不要去学西餐这个东西啊？做西餐就是说，那时候之前也要考证照，就考学科、术科没有过。然后这次的话是因为刚好有一个老师要开课，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学？说其实学起来也是对你自己，因为他之前也是想说他在澳洲的时候自己煮菜比较省，我就说你要不要学？还是都学起来的话，也是算我们自己本身的东西，自己的内涵，就说不要紧啊，如果你学起来以后其实对家里的东西又怎样，以后如果有用到的话，其实也蛮大的这样，洋葱，这个洋葱，这洋葱会这洋撒这洋葱，这来炒。即就是要甲，这样炒。其实每次只要是下大雨，我们都很担心的，对呀、除非一定没有办法，不然的话他不会离开。其实他已经住这边住得很习惯了，应该是这样讲。该怎么说？我觉得人好像还蛮健忘的，就是时间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好像就会忘掉那种恐惧。我觉得啦，其实对很多的事情好像都是这样。本来的个性就有关系，然后你才知道一个假日哦，一天可以做10几万的生意啊，就卖这些小东西。可以做10几万的生意耶！对，你看那个做哪一种生意？就卖这些东西啊，零售的东西啊，可以想象哦。对啊，然后那时候妈妈还会卖一些水果。但是我们希望中央温泉合法化能够延长期限，我们市政府也在加速审查进度，来辅导我们温泉的业界，希望未来我们六龟、宝来、不老温泉能够重新恢复到过去的繁荣的状况。这个我们要一起来再努力。所以今天就像这次桥开幕一样，每一段时间回来看的感觉不一样，然后也会有每一次的感动，包括从六龟大桥，然后从六龟隧道外环道，然后到我们的新发桥，还有中间种种的路段，就觉得每一次回来好像都会很惊奇，而且好像充满希望，觉得想要再继续这边继续努力，因为觉得政府有对我们努力，然后我们也想要觉得说留在这边好像真的有意义。它的保水性的话都是很好，也在为此做改良的东西。说其实它保有它原本的特性，它在增加它的口感或是它的保足性这样，然后推出不一样的东西，让客人去接受说，其实莲雾啊这种东西其实也或水果性也有很多，也有很多种特性，还有一种变化。像如果哥在放假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排假，1到2天的时候他就会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我们就说我们要去山上看水，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不定时去后面那个水塔看。如果那个水塔没有水的话，表示是山上的水没有下来。因为有时候像现在下雨的话，就很担心说它的管路有没有被落石打中。落石打中的话，我们就水没有下来，就是要不定时的去检查。
像我上次像这样子要上去，我都会心就会有，都担心他们的平安嘛，安全问题啦。毕竟小孩子比较不会，因为他从来没有上山过啊，他都是这阵子这样子哈，也是慢慢练比较有稍微一点点经验，可是都要判断的话还没办法十足判断能力。妈妈的话，尽量不让他去了解这个，就尽量让我们自己去了解，因为其实妈妈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如果让他了解的话，妈妈其实他会去又变成他又要去担这个东西，他不如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自己兄弟自己去承担就好。就说尽量不要让妈妈简单的跟他讲说，其实没有问题，怎样，简单的跟他讲一些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真正的来讲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尽量我是觉得不要让他太多的责任这样，因为这个东西变成以后也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继续承担。妈妈也是做了那么久了，也是很多事情要忙，